地，咪就係因為佢應許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應許，所以咪入到迦南地咯。咁呢個我哋咪好明白嘅。今日咧，上帝記載申命記，就正如我哋一開頭問，點解神要我哋面對呢一樣嘢？點解神要我哋面對呢個咁兇惡嘅事？又或者點解上帝要以色列人面對咁兇惡嘅事？其實俾我哋再諗清楚，其實神係一個點樣嘅神？我哋頭先好理所當然就話，當佢哋進入迦南地係因為上帝嘅應許，係應許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呢個原因嘛？得唔得？但係咧，原來《申命記》第9章第1到第5節咧，俾我哋睇多一個原因喎。嗰個原因係咩咧？我哋一齊去讀第5節好嘛？預備起，你能進去得他們的地，並不是因你們義，也不是因你心裏正直，而是因這耶和華你的神才把審判你。為了應驗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應許的話，弟兄姊妹，剛才我哋話佢哋進入以色列地係因為上帝嘅應許，呢個一定冇錯嘅，係一定係添。但係嗰個應許嘅內容原來係仲有一個原因喺度喎。嗰個原因係咩呢？佢話係因為呢啲國家嘅惡喎。佢話因為呢啲國家嘅惡，耶和華神將佢哋趕出去，係為要應驗耶和華向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應許喎。弟兄姊妹，咩叫應驗呢？呢個應驗嘅意思當然係成就啊，係成就啊。另一個亦都好重要嘅意思係再 confirm 啊，係再肯定呢一件事，係肯定上帝嘅應許係一定成就，係肯定喎。但係呢個肯定係乜嘢啊？係包含咗咩啊？係因為其他國家嘅惡喎。弟兄姊妹，你諗下，其實一直我哋讀聖經咧，你好少會諗到呢個原因嘅。通常就係諗咧，上帝嘅應許係因為神愛人咯，神信守佢嘅承諾咯，神我好愛佢嘅百姓咯，所以就成就佢嘅應許，以色列人可以進入迦南地。我哋一直都係咁諗嘅，冇錯嘅。但係原來申命記咧，俾多一個原因落喺呢個應許嘅入邊，就係話因為這些國嘅惡，耶和華為要應驗以色列人嘅應許。弟兄姊妹，呢句説話真係應驗緊耶和華嘅説話。我哋睇翻創世記第15章，神同亞伯拉罕立約嘅時候咧，原來係有講過呢一件事嘅。佢話日頭正落嘅時候，亞伯拉罕睡咗啦，天都黑晒啦。跟住神同亞伯拉罕記，你要確知道，你嘅後裔會寄居喺別人嘅地，就係埃及地。你要服侍佢哋，要受苦400年，亦都要服侍嗰國。我要懲罰嗰啲人，將你所有嘅財物都要帶出嚟。第15節，但你要響大受平平安安嘅翻返去你列祖嗰度，被埋葬到了第4代，他們必回到呢個地方，係因為亞摩利人嘅罪孽還沒有刑判啊！弟兄姊妹，原來喺上帝嘅應許入邊係包含咗呢一件事。佢話你哋會去受苦400年，去到埃及地400年，上帝亦都會懲罰嗰班人。但係到咗400年之後，你會出翻嚟，甚至攞埋佢哋嘅財物出嚟。到咗第4代，你都會翻返去嗰笪地方，係因為亞納族人嘅罪孽未刑滿。哇！弟兄姊妹，係咪好似洗咗你個腦咁樣啊？突然間喺個應許入邊，上帝成就呢個應許係因為亞納族人嘅惡。亞納族人係咩嚟嘅咧？佢話到第4代，你哋會翻返去呢一笪地方，係因為亞摩利人嘅罪惡未刑滿。咩叫亞摩利人咧？亞摩利人基本上咧，就係當以色列人未入到去迦南地之前，如果你有翻個地圖咧，其實由約旦河東或者再伸延到佢哋嘅曠野嘅中間，其實基本上都係亞摩利人佢哋統治嘅地方，或者亞摩利人某個程度上咧係一個統稱。對於呢一班人就係好強大、好強盛嘅一班人，就係亞摩利人啊！呢班人拜偶像啦，做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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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本唔係按上帝心意嘅事，
但係神同佢哋講一樣嘢，佢話呢一班人嘅惡未盈滿啊！哇！你諗下，當時神同亞伯拉罕講，佢話過咗400，你就會翻返，因為亞摩利人嘅罪未盈滿。上帝做緊乜嘢咧？諗緊乜嘢咧？嗰班敵人或者嗰班罪人，嗰啲罪未去到一個頂點，所以未去到一個頂點，上帝嘅應許都未能夠去到成就，直至去到頂點嗰刻，所有嘢亦都會成就，以色列人又亦都會入到去迦南地入邊啦。哇！咩意思啊？你諗下，當日神同亞伯蘭講啊，佢話係400年之後喎，400年之後你就會翻嚟，而嗰班亞摩利人，即係佢哋嘅罪要等幾耐？1日、2日、3日、1年、2年，聖經話400年先至盈滿，以色列人就可以進入去迦南地。哇！呢個係咩嘅諗法嚟啊？弟兄姊妹，你明唔明白？